最近小卡入住咗呢間酒店一晚，就向大家推介一下。只要搭深圳地鐵9號線到下沙站，喺 B 出口行5分鐘就到噶啦。薩和酒店 Savvy Hotel 係亞朵集團旗下嘅高端品牌，佢喺上年2025年開幕，主打呼吸自然嘅概念，設計靈感源自於東方庭園，提供療愈、溫暖、養生主題嘅獨特住宿體驗。隔離呢就係 KK1 商場啦。今次我 book 咗一晚酒店，裏邊包自助下午茶、宵夜同埋早餐，全部都係養生嘅飲食主題嚟噶。因為間房係新裝修，一入去就有驚喜喎，就係完全唔使開燈，因為佢採用咗智能燈，知道你入咗房就會自動開燈噶啦。而佢嘅浴室係3分離嘅設計，照顧埋你沖涼梳洗時候嘅動線。睡房部分設計咗一個好療愈嘅氛圍，窗外嘅風景仲係深圳嘅城市景色。而酒店仲別出心裁咁喺我 check in 嘅時候，俾我可以揀房裏邊用嘅香薰，我就揀咗忍冬呢隻香味。攞房嘅時候已經擺咗喺入邊噶啦。另外床頭亦都有 panel 俾你調校房嘅光暗，亦有晒唔同類型嘅插蘇頭俾你叉電。浴室梳洗空間3分離嘅設計，俾大家詳細睇下。跟住我就去咗食自助下午茶，去到用餐嘅樓層都係好療愈放鬆嘅設計，當中有唔同養生下午茶小食同埋飲品，例如有5克粥、雪耳糖水，亦都有沙律水果。最特別嘅係俾我有得自己調配一杯養生茶，全部都係好養生嘅材料。而大家見到呢啲下午茶嘅小食，全部都係好養生噶。我最中意就係黑芝麻威化餅啦。食飽下午茶，梗係去做下運動啦。跟住我就去咗健身室，就係喺呢個樓層啦。出咗 lift 之後，沿住呢條路去到呢個入口就到噶啦。健身室雖然唔係好大，但係設備齊全，有一邊仲有一個大電視，播住瑜伽嘅 video， 亦有瑜伽墊、瑜伽磚等等，俾我可以即場跟住做瑜伽啊。跟住介紹一下宵夜先，當然我唔係做完運動就即刻食宵夜啦。之前去咗隔離個 KK1 商場行咗一陣先，而宵夜我就覺得比下午茶更加豐富啦，有粉麵、唔同嘅點心、小米粥，我就攞咗呢啲嘢食啦。仲有關東煮，不過我就覺得係一般打邊爐嘅魚蛋啊嗰啲咁樣，有辣有唔辣俾你揀啦。大覺瞓咗一晚之後，我就一早去食咗呢個養生嘅自助早餐，有黑米粥、蝦雞粥、番薯粥、南瓜小米粥，太多嘢食啦，都揀唔到咁多。於是首先梗係食咗個沙律打底先啦，跟住就樣樣都試下咁啦。總括嚟講，我覺得呢間酒店嘅性價比非常之高，位於市中心，check in 前或者 check out 後都好方便去唔同嘅地方玩啊。而服務仲非常之好添，check out 嘅時候酒店仲送咗唔同嘅香薰包俾我哋試，簡直可以將呢間酒店嘅體驗同埋感覺帶返屋企啊！希望大家中意我嘅推介，下次再見。深夜裏的生活態度有 IG、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，歡迎大家 comment、like 同埋 subscribe。